各位兄弟平安啊！今仔开始今仔日的吟诗而乐。好，首先咱来看18首《我心而乐上帝》。咱这个圣诗是用咱北部较惯势的泉州腔来写这白话字。所以若是出世了以前生活伫南部的，会感觉那会和我讲的小可较无共款，迄音的小可无共款我甲几个所在甲点出来咱来看觅。你嘛知影讲，试看觅，你就知影讲，你是惊讲迄个泉州腔，还是讲迄个漳州的来咱看第一节第一节第三行天地可能有个人会读做天地，这就是
腔口会无共款，吼，但是伫白话字这边伊的注音吼，白话字写天地，吼天地，搁后壁一样，俊杰，咱后搁落去，对，那第一要是第一十好，咱来看第二十好啦，看第二十，歹势，第二十的第一张，第二十，第一张迄个 slide， 对，第三行空中飞鸟，咱真侪人拢会读做飞鸟，是飞鸟，飞鸟，搁看落去迄张，搁落去，是溪水啊，溪水，是溪水，溪水，溪水。要龟子还是鸡子？鸡子，我拄仔问过4、5个音，我拢唔对，因为我虽然伫迄个北部大汉，但是阮爸爸妈妈拢台南人，所以这5题我拢唔对去，因为这个泉州腔，就是和我唱的拢无共款，所以真简单，我读话无把握的时阵就讲，和我普通唱的。讲话无同款的，就是对的。但是咱嘛唔免特别来烦恼这个腔口的问题，用咱的心欢喜，快乐来唱出，安尼就好。咱来搁看第三站，第三站虽然歹台，暂时唱行，唱行，这可能和腔口无关系，这。老师有教，就会晓，无学着就是袂晓唱行，较歹读一出来。好，咱甲这专首唱一摆。我是我是我的兄弟，天本对自己，虽然海大将士穷乡，共你稳当的心，情高人高对酒。要线接，咱来看22首，22首主上帝正手，咱注意一寡发音
第二节哈，第二节，随黑暗，随黑暗无大瓦啊，大瓦啊，随黑暗无大瓦。咱搁看第三节，第二行攻击，这道攻击，这道再来看第四节。这第二行夫妻，钓搭跋倒的人，钓搭跋倒的人，夫妻钓搭跋倒的人，这几个音咱小注意一下。因为这首歌嘛唱足侪摆啊，应该拢小可有印象，所以要注意一下就会使。咱唱第一节到第四节，来。煞下来看175首，175首，新的地，新的天，咱唱3节好，这已经9点嘛，好，咱唱2节就好，来。
MC 而乐到家。请咱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因为你伟大、最奇妙的事，只有你是上帝。上主啊，由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由你予我用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专心称赞你，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做回来吟圣诗第18首，我心阿罗上帝，请听开吟。我
将咱永远徛伫，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自然永活的爸，世间正人的爸。你是全能的主宰，是创造天地君王，是迄个未改变的磐石。你的慈爱永远建立，你的信实亲像天未摇动。愿感谢你，虽然你予人忧愁，也永远要予你所听的人得到你丰盛的慈爱。你唔甘予人受伤、受苦，予人忧闷，见有受掠的，予人吞大压制，主你一定关怀。阮呼求的时，你有跟我，甲阮讲唔免惊。恁爱公义的天父，伫台湾一地岛屿，阮有拄着受造界生态的危机、水灾、风灾的冲击、人权保障的挑战、战争的阴影持续、政治人物的争议、经济发展的期待、媒体消息的扭曲、年轻世代的困境、出生率世界上低，造成人口的负成长，学校关门，劳动、医疗、制造、服务拢进入大欠工的时代。劳动力的人口的老化速度已经徛伫世界第一。这问题引起阮受气、惊吓、挂虑、悲伤甲孤独。阮感受到淡淡压力，互阮忧闷不准，心神不安。阮承认阮的信心无够硬，求你加添阮的信心。你的话绝对会实现，袂落空。你的话要完成你的计划，你的话要成就你爱做的代志。你一直有伫帮助阮。伫阮上无气力的时，就是你要邀请阮越头倒转的时。求你赦免阮的小信甲谣言，你的主权对自古以来就超越人的偏见，甚至意愿甲信心。你有将奥秘启示伫你的罗卜、先知甲门徒，只是阮学得了解，毋知伫阮一切苦难中，你嘛得同受苦。总是原来经过暴风甲苦难，才知影是上主你亲自伫带领引带。你是阮的避难所，阮的溃难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阮的性命，照你的应允怜悯阮、牵救阮。求你帮助阮。提升国民防灾意识，推动防灾教育的演习，建立国家人权行动的计划，保障所有人拢有平等甲自由，打破经济对立，和经济甲生态会当平衡，打破战争的阴影，对外停止中国的压迫，通过国际甲自由人权的合作，化解抵抗极权的这威胁，对来，互阮为着下一代的子孙，同心去做一个有温暖、有韧性的台湾，和国家甲社会资源结合，建立全民的防卫甲心防，打破政治的对立，化解国家认同的差异，和朝野伫公义中来对话。打破教育的困境，跳脱迄个吞压、灌输的方式，引带囡仔体验着信仰，甲活出受造，祝福人口的转变。和教会不只是关心生育的问题，嘛关心着高年长的这
关怀甲照顾，建造一个无论对一个年龄岁、年层，拢会当来得到关怀甲支持的上帝国度。阮感谢上帝阿耳康听阮的祈祷。这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讲：愿你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你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有阮，赦免阮的过，亲像阮后赦免过阮的后，无伫错我的日时，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献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44篇。启应文第44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以赛亚书第40章。咱做伙来启应。恁的上帝讲：就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罪已经还清楚，有啥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大家山谷拢要吞落定。弯弯的要改好得，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就宣布。就讲人拢亲像草。草会搭火会射，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搭火会射。报好消息，互涉案的人就上关山。要大声话，唔免惊。看，至高的上主要大官灵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伊要带遐个羊仔树林的羊母稳行，做伙来吟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请拆开吟。
较济，做伙来祈祷。至愿的上帝，愿真心刻慕你的话，由你垂听圣神，使阮的牧者有对你遐来的智慧甲气力，阐明你的真理，开拓阮的心，用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你的话。愿你的圣神引带阮，管理阮的心思意念，掌管阮的性命。用谦卑甲顺服的心，伫你绝对的主权中来受到你的保守引带。你有真光伫黑暗，互阮光芒，由你帮助阮成做世界的光。毋是要互人看见阮家己，是要显现主耶稣基督的真理甲听，帮助阮成做地上的盐。要活出受造的本质，通过阮领受的性命，见证上帝你永远无改变的约，互阮世间人会讲来认捌你的信息，由你帮助阮，伫祈祷甲行动的时间来回应你的听，互阮活出你的旨意，愿上帝，互阮的性命。诚做你听的见证，伫世间听惜人，亲像听家己。愿一切恶恼拢归于你的性命。愿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的性命。阿门。三甲来共读圣经，圣经以赛亚书第45章。第1节甲13节，圣经以赛亚书45章第1节甲13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上主选立塞鲁士做王，上主扶持伊，互伊有气力征服列邦，剥夺列王的权势，城门拢会伫伊的面前拍开，袂阁关起来。上主对塞鲁士安尼讲：我上主要亲身替你开路，要下平大山小山，我要攻破重的城门，要决断铁的门窗，我要将暗中的宝贝、稳重的财富拢予你。安尼，你就会知我是上主。我叫你的名呼召你，我是以色列的上帝。虽然你毋捌我，为着我的仆人雅各，为着我竞选的以色列。我犹原叫你的名呼召你，赐你名号。我是上主，其他无别个，我以外无别个上帝。虽然你还毋捌我，我要互你气力。安尼，对日出甲日落的所在，人人拢会知，我以外无别个，我是上主，我以外无别个。我创造光，搁做暗。我使平安繁荣，嘛降灾难。我上主要实现这一切代志，天啊，就降落胜利，亲像雨水对顶面拼落；地啊，就拍开，互拯救开花，互胜利结止。我上主要成这个事。甲造物主争论的人惨啊！伊不过是地上叶片中的一片。念头感觉对烧灰仔的师傅讲：你创啥？你的功夫无好。感觉老爸讲：你若甲我生做安尼。感觉老母讲：
你何物可生我？这款人惨啊！以色列生神的上帝，创造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你无权通质问我的囝儿的将来，你无权指示我应该做什么。我是大地的创造主，佮创造带伫迄顶面的人类。我亲手拆开用枪，指挥天顶的星神。我兴起塞鲁斯，互伊得到胜利，守得伊所要行的道路。伊要重建我的城耶路撒冷，要解放我受掠的子民。伊安尼做，毋是要趁工钱，嘛毋是因为互人买受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愿上主第一话，互咱知影上帝伊有独一的主权甲独一性。这时，咱来请圣歌队希望诗班来带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就永远永驻唱歌》。讲道，题目是上主选立谢鲁士。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希望诗班再去用着永远主唱歌这首诗歌，引带咱敬拜上帝。这首歌带真坚定的信心，上主而乐，也表达感谢。特别伊的歌词内底，佫若解讲永远永远，永远就是代表无论伫什么款的状况，信仰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也甲咱今仔日要讲的主题有淡薄仔的关联。咱今仔日进入以赛亚第45章，一开始，遐着上主就宣告讲，伊选立塞鲁士，这是非常特别的主题。
做一个外邦的君王的即个西罗斯，竟然互上主甲伊选立。原文其实是高立，咱较顶啊特别过来说明即个真特别的所在。这是咱今仔日特别爱好好来思考的一个主题。塞罗斯是甚物款人？伊是当时代上伟大的一个政治家。原本伊是中亚波斯部落内底一个领导者的囝。后来真做国王了后，得到伊的人民真大的即个欢迎，因拢叫伊老爸。巴比伦人后来得到伊的讨棒，连巴比伦人也拢欢迎伊，因为伊将因对迄个因真无介意，做代志真乱来的即个拿破仑大王的手甲因讨棒出来。伊边仔的希腊人嘛，互伊真好的一个头衔，叫伊主人，嘛叫伊律法的制定者。咱今日经文内底，犹太人嘛安尼，甲伊真高度的称赞，甲伊叫做上主的受膏者。所以，这位政治家会当讲是当时真受到期待，也真欢迎的一个政治领袖。伫今日经文的第一段，先知伫遐讲上主选立塞罗斯，结果呢，可能这个宣告引起以色列人的心内的不安、质疑，所以上主对以色列人的这种不满做出回应。咱今日第二段经文90到13节，就咧做出上主的回应，而且用菲亚师傅、小菲亚师傅甲土气的关系，还是讲父母甲囝儿的关系，来强调耶和华的主权。这变做另外一个今仔日经文真要紧的功课。下面咱就来看今仔日这两段经文。一开始经文就宣告上主选立塞罗斯。进前经文咱读到41章的时阵已经读到，上主要兴起一个人，为东方兴起一个人。然后顶一章44章28节佫讲到，要委托伊做牧者、牧养的人。所以这毋是头一摆讲到伊，但是今仔日的经文头一摆直接甲伊叫伊的名塞罗斯。咱若读其他的记载，伫历代志36章有讲起，是上主激动塞罗斯的心，到尾啊，伊个承认上主的主权。这种的表达，有的学者认为讲，甲历史可能无符合。确实，咱今日经文内底嘛两解，第40甲第50节，两解拢讲。你毋捌我，上主家己对塞罗斯讲：你毋捌我。所以，先知伫遮表达即个讲上主选立阿罗斯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强调两项代志。头一项是上主才是真正历史的主宰，是伊推动塞罗斯来做出即个政治的改变。所以，咱第一节。就读到讲，上主扶持伊，互伊有气力征服列邦，剥夺列王的关系。而且第二项真要紧，咱来读这段时阵，咱慢慢会感受到，真正伫遐听这个信息的人，其实也是这个受掠的百姓，这个受掠的子民。先知毋望因认捌上帝的主权，甲上帝的计划，这段因为上主家己亲身伫遐宣告，所以伊的文体会当算作是一种王家的宣誓。
这伫智慧文学内底上好的类比，就是诗篇第2篇吼。咱若去读诗篇第2篇，就会读到耶和华伫遐宣告大卫要做王，这是一种王家伫遐宣告的表达。所以诗篇第2篇嘛，定定去互新约的学者、新约的作者，甲伊引用来指耶稣。上主要互耶稣弥赛亚的即个身份，要互伊上帝囝的身份。在咱不管马太、马可、路加，拢会读到类似的即种引用。然后今仔日上特别注意的是1节到3节，用真强的语言描写西罗斯伊的成就啦。后前遐讲伊会剥夺列王的关系，这甲历史真一致。伫迄个主前500几年的时阵，小亚细亚的几个国家拢去互伊拍败，包括鲁地亚的王克罗索，嘛是有去互拍败。内底经文佫讲，伊会攻破东的城门，要固断铁的门窗。咱会看见小亚细亚几个国家，一个拢去互拍败沦陷。搁落去佫一句嘛真特别，讲暗中的宝贝、稳重的财富，拢要互你。这也是事实。因为进前巴比伦王对耶路撒冷遐抢的遐金器、银器，后来拢去互波斯王塞罗斯甲摕着。当然最后又将这还互犹太人。当咱咧读1节到3节这个真强的军事语言的时阵，表面上看起来是西罗斯伫遐战赢，但是咱咧读的中间，咱家己深深会当体会到，一切后壁是上主伫遐咧出手，拢是讲我安怎，我安怎。接落去3节、4节、6节，3解拢用安尼即句话来表达，要甲咱说明为什么要选立西罗斯，选伊所谓安尼有3个理由。头一个是第3节，伊遐讲安尼，你着知我是上主。上帝选立西罗斯头一个目的，是要互伊知影啥人是上主，是以色列的上帝甲伊呼召。虽然伊毋是以色列人，伊嘛毋捌上主，但是上主爱互伊知，伊诚做皇帝有一个上帝目的伫遐。然后第2个安尼，这咱的中文家己翻译无甲翻出来，甲翻做为着，为着。第4节讲为着我的仆人雅各，为着我竞选的以色列。所以上主选西罗斯第2个目的，可能嘛是上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通过伊，互以色列人得到拯救。咱知影以色列人，互巴比伦掠去了后，已经无军队，嘛无能力反抗。上主召着一个外邦的君王，想随溃难来拯救以色列。到第5节到第6节，佫讲安尼，第3个目的，安尼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人人拢知，我以外无别个。所以除了要互西罗斯知，要互以色列人知，嘛要互全世界列国拢知，上帝是唯一的创造主，甲拯救主。伊做出这个真要紧的宣告了后，第7节伊遐讲：我创造光，创造暗，我使平安繁荣，嘛降灾难。这句话真有神学的意涵。咧表达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是一切主。这种表达
圣经内底毋是足济，但是嘛是有其他的类似的表达。咱若读《申命记》、《撒母耳下卷》，特别是《约伯记》，咱就会读到类似的表达吼。譬如讲《约伯记》遐安尼讲，上主互人死，嘛互人活；上主共拍伤，上主嘛要医治。吼，这用正面甲负面的表达，上主掌管一切。吼，这是创造的神学。咱看到最后嘛，过来做一点仔说明。到最后一节第8节，用一首俄罗的诗来做结论。哦，这第一段的经文。哦，伊遐讲天啊，就降落胜利；地啊，就拍开，互拯救开花，互胜利结子。哦，而且原文是公义啦。哦，公义即字，伫遮拢翻做胜利。哦，所以而且有两个主题。公义要赢，公义要结子。另外呢，佫一个主题讲拯救要开花。哦，这是真特别。以赛亚过去真强调公平正义，上主要带来公平正义。哦，后来开始讲上主要拯救。哦，但是这是头一摆，甲公义甲拯救甲结连做伙。哦，特别最后一句话，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讲。产生救恩，互公义做伙发生。吼，所以伫遮咱看到足水的一个结论的俄罗斯讲，拯救要带来公义，公义嘛咧拯救内底。吼，这两个是结连做伙。然后进入第二段经文第9节，突然敢若有一个转折。咱佫听到头一届伫第2以赛亚头一届出现讲惨啊，惨啊！咱会记得伫第一以赛亚的时阵，这是常常出现的表达哀歌。第5章、第10章、29章、30章、31章，拢总咧讲哀歌。但是过去咧讲哀歌惨啊的时阵，是咧讲即个社会道德败坏，遐无要行公义的人惨啊。但今仔日即个惨啊，较是咧讲信仰的了解，在信仰了解错误的人惨啊！啊，这真有可能就是针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反应所发出的。咱会当常常听到讲，上主要选立西罗斯，就开始听到murmur吼，听到这个声，开始有人讲啊，西罗斯有啥物资格？食做上主的受膏者，异邦的君王免啊食做上主的奴仆，所以这种声开始走出来。先知伫遮反驳因的态度，用两个例伫遐讲，上主亲像菲亚师傅，伊对伊的土有绝对的控制权。第二个例。伊亲像老爸还是老母，对因所生的囝，袂当因为别人反对就改变。所以在一节伫遐进一步伫遐讲，恁无权通质问，无权通指示我做啥物，这是智慧文学常常出现的一种对话。咱来读约伯记38章。约伯伫遐质疑上帝的时阵，结果上帝回答：你敢有比我较捌？你敢有比我较敖、较有能力？确实，咱直接看见人的反应，甲上主的回应的一个对比。人常常会讲：啊，我是做啥物代志，害我都爱承担这个代志。我做啥物毋对，通爱都爱受这个。苦楚，还是有时阵咱直接就会问上帝：你到底伫倒落？这是对人所发出的质问。但是先知伫遐讲，上主是创造主，恁这受掠的子民，头一项爱先承认伊的主权，爱用谦卑的心来回应。伫遮咱来让插出去，小可
讲起即个翻译的问题，真有意思。过去45章11节句的和合本吼，翻了无啥正确。凡讲将来代志，恁会使问我，我手所做工作，恁会来求我明定，恁会当，意思讲恁会当甲我吩咐啊，吩咐我。咱若去看今仔日新的修订本，即个翻译已经改过啊。确实，阵啊，不管台语、中文、英文的翻译，即句话拢足清楚咧讲，恁无权通进门，无权通过问上主的作为。这才是即句话，即个经文主要的意思。结果过去错误的翻译讲，到底我要做啥？恁会使甲我明定，有一寡过去一寡教会的牧者，特别是一寡灵恩派的牧者，就主张讲，咱会当通过祈祷来要求上帝替咱做代志，吩咐上帝甲咱做代志。这毋是正确的信仰解说。而且咧讲的是上帝主权。到最后2节、12节讲，我是大地的创造主，佮创造住伫顶面的人。我亲手剃开穹苍，指挥天顶的星神。这读起来敢若是创世纪第2章咧描写上帝创造，但是伫遮咧描写上帝创造时，是用第一人称我，这是我创造的，这是我人是我做的穹苍是我剃开的，等遮，用这个第一人称来表达，是要爱这伫遐听的以色列人安静落来，学习接受家己受造的身份。这是咱咧读第2段经文最要紧的主题，咧强调上帝主权。到最后1节13节，伊的表达真丰富，而且用过去拢已经咱真熟悉的语言。上主要兴起西罗斯，要互伊得到胜利，原文是公义，要修直伊的道路，要互伊重建耶路撒冷，来讨绑受掠的人。这拢过去用过语言，但是今日头一届讲，这拢是西罗斯要做的。所以最后这节一届重新强调上帝的主权，伊的计划，伊要选调西罗斯来完成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个拯救。最后半节值得咱注意，就是最后半节伫遐讲，毋是要趁工钱，嘛毋是因为互人买收。这突然安尼表达，学者嘛真侪讨论。可能伫遮咧指的是讲，西罗斯是通过上帝主权咧完成这个代志。伊袂通过交易，还是讲乌西的方法要来完成这个使命。这是对伊的动机来做一个说明。另外一方面，咱嘛通看见讲这个话，主要要强调上帝的对以色列的拯救是出自伊恩典的作为，这毋是一种政治交易的结果，是上帝对以色列恩典的作为。各位兄弟，今日这段毋是真长的经文2段，咱会当学习什么款的功课？头一个真要紧，就是讲上主为什么要高立西罗斯？这样代志对咱有啥物启示？我拄仔已经讲选立这字原文就是高立，英语讲 anoint。咱会记得旧约的中间，先知要去任命一个王的时阵，伊会摕迄个牛的角内底滴油，将迄油倒伫迄个受掉的人的头壳顶，这叫做 anoint， 高立。高立这字是动词，高立这字的名词就是受膏者，去用抹油的。这句话
变做希伯来文，咱知影就是弥赛亚。啊，变做希腊文就是基督。不管弥赛亚，不管基督，拢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伫遮，若了解这个真关键的字的时阵，咱会检测咱，甲亲像其他遮以色列人共款，会感觉着惊。过去这个名词，对扫罗王时代，只有用伫以色列人的君王身躯顶，特别是用伫大卫的后裔。弥赛亚通常拢用伫理想中大卫的子孙，就是会带来和平甲公义的救主。所以，这里过去是有特别的用语，特别是用伫以色列人上帝选调的领导者。结果，伫今仔的经文内底，先知讲，上帝家己。上主家己为着西罗斯，甲伊抹油，甲伊号名，互伊一个身份，甲互伊一个权威，这通讲是真无简单的代志。西罗斯伫个人生过程中间，检采，伫某一个坎站，伊会去体会到，伊今仔会当做这真要紧的、真侪政治的改革，背后可能有一个更较大的目的。咱毋知影，但是有可能。但是今仔日的经文上要紧的是对遐伫遐听的以色列人，这以色列人要停留伫传统的思考，停留伫迄种传统的框架，咱讲传统的框架内底。所以，因无法度接受即个西罗斯的方案，就讲上帝要选立西罗斯来拯救因，而且进一步质疑耶和华伊的计划安尼敢对？我想这是会当理解，咱拢会当理解。当上主伫遐宣布以色列要互一个非犹太人来拯救的时阵，对因来讲真恶得接受，甚至会变做一个咱讲真歹听的事件 scandal， 一个丑闻啊，这变做歹听的代志。这也真类似，咱若来到新约的时代的时阵，当福音书的作者，伊遐告白讲，耶稣已经完成上帝的工作的时阵，对真侪人来讲，这嘛是另外一个 scandal， 另外一个丑闻。因为对当时的犹太人，也是遐个社会大众来看，耶稣是一个无社会资历的无名的小卒。约翰福音第1章46讲，伊阁来，伊阁是对一个毋知影名的所在来的。耶稣出世伫拿撒勒。约翰福音伫遐讲，拿撒勒会出甚物好的吗？搁较进一步，到后来，即个敢若互上帝选调的耶稣，竟然去用钉伫十字架顶。咱知影十字架钉十字架是见效的代志。所以耶稣诚做上主的救主，可能对当时的犹太人甲大众，嘛是一个恶得接受的代志。讲到这，咱可能倒转来问咱家己，咱是毋是嘛有咱无法度接受的物件？今仔日有真侪社会学家甲咱讲，当代有真侪足好的思想家，因就是时代的先知。当你听到讲马克思是先知，你听到讲弗洛伊德是先知，你敢会当接受，还是你会敢安尼着惊？还是讲今日这个时代多元的世界内底，过去去用看做真边缘的一寡群体，突然诚做上主的见证者，
过去别人的世界，因真好法度，真好伫接受这有皮肤乌色的这人，诚做上帝的代言人。啊，是男性做中心的社会，看到女性出头，啊是颂扬人，诚做上主见证者。甚至今仔这个时代，咱若看见身心障碍者，啊是同志的族群，嘛为着上主来做见证，你会感觉到惊吗？啊是袂当接受吗？咱台湾人出名的神学家宋传成牧师，去年拄啊过身，咱今年为着伊举办一个足大的国际研讨会，伫中间我嘛有去发表一篇论文，讲起宋传成牧师当时伫伊所写一本真出名的册，比悲天悯人的上帝。英语讲 compassionate God， 我早翻做讲大慈悲的上帝。伫这本册内底，宋牧师对犹太人的信仰提出反省。伊讲犹太人一向拢认为外邦人无属伫上帝的家庭，外邦人是异教徒，是生分人，因无资格接受上帝的疼，上帝嘛袂去疼外邦人。结果宋牧师讲，这种的信仰，还是这种的认知，就会变做一种歧视的神学，甚至为了要保护家己的特权，伊嘛变做一种真强的占有欲、占有梦、占有的欲望，占有什么？占有上帝，上帝敢若是属于阮的，所以因为安尼。因就表现出对外邦人的歧视，对咱家己来做反省。咱有时阵这宋牧师举的例啦吼，伊讲咱嘛定定习惯伫遐分讲基督徒甲非基督徒。咱咧讲话的时阵，嘛开始用这种语言，基督徒甲非基督徒。啊，当咱咧讲别人是非基督徒的时阵，是毋是已经反映某一种的歧视甲偏见？有时阵，咱讲啊，我是基督徒律师，啊，伊是非基督徒律师；我是基督徒医生，啊，伊是非基督徒医生。这听起来有啥个敢若有道理？是毋是会做出无共款的代志？但是宋牧师搁落去问讲，你敢会讲基督徒数学家甲非基督徒数学家敢有差别？伊讲安尼毋是真好笑吗？所以，伊咧提醒咱，当咱咧用这两个名词的时阵，是毋是带有价值判断、有偏见甲歧视？咱若叫咱的佛教的朋友讲你是非基督徒，安尼因的认同是毋是受到冲击？反过来讲，你的佛教朋友若甲你讲你是非佛教徒，啊，你有啥物感想？所以真特别的是，咱看见伫今仔经文内底挑战咱的传统的思考。上主耶和华的眼光定定超越伊所听的群体，甚至会指向遐其他非典型、非传统的代理者。神理嘛是安尼。所以今仔经文其实咧邀请咱。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的时阵，是毋是咱来讲啊？感谢上帝，这是真奇妙的作为。上帝竟然用这我原来无认同的人，诚做伊的代理者，这是咱真值得思考的信仰反省。所以到最后，咱今仔日的第一段结尾，迄个俄罗斯用公义甲救恩做结合，实在是足水的结尾啦。伫遐讲起上帝眼光超越以色列的未来，讲起规个创造世界
伫遐欢迎，伫遐开花结果子，特别用公义甲拯救结连来表达即个将来上帝新世界。这是上主奇妙的作为。今日佫有一个小小的点，咱来用即个做结论。今日经文内底佫讲起创造主甲受造物的关系。特别为着要反驳犹太以色列人的思想甲质疑，诗人拄仔咱讲用两个图像来回应，做肥仔师傅甲土的关系。父母甲囝儿的关系，并且咧强调上主是创造主，所以咱做上帝的受造物，袂当质疑上主的主权。这通讲是一种创造的神学。特别今日45章第7节，咱拄仔读到，我创造光，搁造暗，我使平安繁荣。嘛降灾难，这是真强烈的表达，这嘛是一种一元论的世界观。表达讲，全世界无一样物件，毋是出自上帝。这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3节，嘛有类似的表达。伫遐讲起，上帝照着道创造万有，整个创造内底。无一项毋是伊创造的，这种的一元论的世界观，暗示讲，连世界所发生这歹的代志，嘛是上帝允准的。连邪恶是毋是嘛？上帝所造成的。这是一元论爱去面对的问题。但是圣经内底嘛有另外一种世界观。较偏向二元论，就是相信讲，伫上帝创造以外，敢若佫有另外一个邪恶的力量，伫遐影响咱。即咱若去读上帝创造的故事的时阵，第1章第2节，创世纪1章2节，伫遐讲，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光是上帝创造的头一样代志。然后，咱头前读第1节时阵，会发现讲，上帝还未创造光以前已经存在着即个混沌、黑暗、甲深渊，阁有大水。所以，圣经内底嘛有即种类似二元论的主张。世界敢若是善甲恶两种规律伫遐相战。咱要安怎看待即种的无共款的思想？当咱拄着破病、天灾会做意外代志的时阵，咱安怎想？这是出自上帝旨意，还是另外有一个邪恶的规律会影响我？咱袂讲，这无简单的答案。但是我用奥古斯丁的经验帮助咱来思考。奥古斯丁这位初代神学家，少年的时阵过真无道德的生活，真少年就甲妇人人同居，还佫生私生的囝，所以伊一开始接触宗教，有9年的时间加入摩尼教，摩尼教就是二元论，相信世界有一个好的上帝，有一个歹的上帝。这种信仰，奥古斯丁将这歹的经验撒互迄个邪恶的规律，是歹的力量造成的，造成伊今日安尼。但是后来伊反悔，伊知影上帝是唯一的上帝，伊以外无别个，所以一切拢是出自上帝。伊放弃二元论，接受一元论。然后伊相信邪恶嘛是出自上帝，但是邪恶本身毋是目的，邪恶是要互人向善来改变。所以奥古斯丁的经验，互咱一个参考。
咱甲上帝的关系上高的、上悬的一种理想，就是相信上帝掌管一切。这也伫约伯记诶内底有真水的表达。约伯记的作者甲咱讲，这咱毋知影，智慧到底是源头是伫倒，咱拢看袂清楚。只有上帝知影迄条路，知影叨位有智慧。所以约伯记的作者的结论真简单：当咱毋知影的时阵，咱就承认咱的谦卑甲有限，接受上主的智慧。但是背后相信上帝毋但是创造主，嘛是拯救主。这是今仔日以色列这个受掠的子民对上主学习另外一个要紧的功课。嘛，咱继续。伫以赛亚的这个信息中间来学习信仰的功课，也继续来学习来成长。咱做伙额头来祈祷。阮天天堂的上帝，阮今仔日读到以赛亚45章，上主你高立西罗斯的故事，这引起信仰的质疑。总是这也挑战阮思考，阮的信仰是毋是？活伫传统的框架内底，无法度照主你搁较开阔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侪时阵，你嘛警掉阮所看袂介意的人，看无在内的人，总是恳求你帮助阮有谦卑学习的心，愿意承认，这也是主你奇妙的作为。上帝，你伫世间行奇事，阮也要通过这学习阮甲你中间创造主甲受造者的关系。由你将信仰的学习放伫阮每一位兄弟的心内，互阮继续天条行信仰的道路。阮为着今仔日学习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吟圣诗175首，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75首，新的天，新的地，请徛起吟。
听者，这时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为着教会设教129周年，感谢上帝带领。第一，为着大港节的节期、圣诞节的节期的各项准备。第三，为着防灾避难，甲全社会防卫的韧性来强化。请咱三角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事县长廖宪明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主啊，阮同齐来到你的面前祈祷，感谢你，教会自129年前设立到今，拢是你的恩典，你的保守，一步一脚印，你拢无离开过阮。因为你的疼，互教会渐渐坚定，渐渐兴旺，成做一间活出你真理甲爱的教会。阮真心感谢你，愿一切荣光归你性命。这时，阮嘛为着这段节期来祈祷。待讲这是等待的时阵，圣诞节是欢喜迎接救主的日子。由你颁赞教会兄弟，无论是礼拜的备办、福音的行动，也是心灵的反省，拢会专心仰望你，来亲近你。愿阮所做的逐项时间，拢是真心对你的服侍，嘛互众人透过礼拜、圣诞活动、参会，来明白耶稣接受伊的福音。主啊，这几年来天灾甲外来政权的压迫，拢愈来愈济。阮嘛要为着台湾，嘛要为着全世界来祈祷，求你保守咱的政府甲人民有智慧、有准备、有同心。建立防灾系统，加强避难的训练，互百姓面对危机的代时，无惊吓，有应变。嘛求你保守咱的教会，若有需要，愿成做你爱的出口，用关心甲行动来陪伴社会中受苦的人。愿将这一切交托互你，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请大家徛起来，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晓者，请咱掀开周报，通知事项。这个11月份的1月长老是王英德长老。第一项报告，今年是释教129周年。11月22号拜六上午10点，黄牧师要来带咱做伙来迎捌咱的教会伫1896年11月22号设立成立了后，才会过程发展。欢迎咱的兄弟做伙来参加。再来第二项报告，有2个时间点要来举行圣礼典，有这个洗礼班。第12月初7甲24号，这个主日礼拜甲平安暝，这2天要来举行这个洗礼。若有这个准备要洗礼的牧道友，请咱黄牧师甲长老来报名。第3项报告，这圣经学校这个上课正常。请兄弟伫过来时间来上课。第4项报告，这个11月27号，这个感恩节暗时6点半到9点半，幸福小组要伫主日学教室要来举办这个百乐餐一家一菜来举办感恩节的特别聚会。有兴趣的兄弟，请咱甲这个村会长老也是小组的同工报名来做伙感谢。第5项，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守护台湾的祈祷会。21号暗时要请郑永文牧师来信息的短讲。再来处境的分享是要请张义民教授。台教会会员来分享，分享煞要来这个设立法院来祈祷。第6项，伫11月30号礼拜日下晡3点，这个韩国仁川基督男声合唱团40周年，要伫台湾巡回演出，欢迎。这个咱邀请亲友来参加。第7项，伫11月16号下晡3点半，这个有一个电影放映会，叫做《不赦之罪》，要邀请这个导演林善来对话，欢迎兄弟参加。以上报告。这是咱要请郑牧师来介绍甲请安。兄弟平安，咱今仔日有2位来宾请因徛起来，互咱熟悉这个廖燕琴甲梅明美，欢迎欢迎，请咱兄弟彼此请安
做回来吟圣诗，就是微变诗。圣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请题目师祝祷，请徛起言。愿上帝平安，搬给一切人所想的教会，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别岛闭会，请兄弟来到中庭这个地饼会参加，若有需要带到的，请留步。